我哋之前討論過，小朋友成日睇打打殺殺嘅電視節目，可能會誘發佢哋出現較多嘅暴力行為。於是就有媽媽喺屋企制定玩具新政策，決定以後都唔可以再買刀槍玩具，甚至要爸爸忍痛將珍藏多年嘅星戰激光劍收埋。你以為呢個係個別例子？事實上，美國有調查指出，近70%嘅家長曾經表示，無論如何都唔會俾自己嘅小朋友玩玩具槍。不過，大家又有冇發覺？無論家長想點樣打造一個零暴力嘅環境，但係小朋友，尤其係男仔，對呢類遊戲嘅熱情點都抵擋唔到。就算家長收起咗玩具槍，佢哋依然可以想象自己嘅手就係一把槍，有時甚至連積木都可以搭建成堡壘大炮。唔通小朋友真係天性暴力？其實小朋友鍾情呢類玩意，可能係出於心理需要。要知道喺現實生活中，小朋友係被照顧者，經常俾父母管束，唔准呢樣唔准嗰樣。喺面對恐懼嘅時候，小朋友好容易會覺得自己嘅能力有限。但係拎住玩具刀、玩具槍嘅時候，佢哋就會覺得自己係一個有能力嘅強者，可以警惡懲奸，消滅壞人。兒童心理學家 Michael Thompson 指出，小朋友就係利用玩具或者藉住扮演唔同嘅角色去驅走心中嘅恐懼。心理學家 Lawrence Cohen 甚至認為，如果小朋友喺玩呢類遊戲嘅時候受到制止，情緒同壓力反而可能冇辦法宣洩，有機會喺現實生活中真係做出啲帶有攻擊性嘅行為。因此，小朋友參與帶有攻擊意識嘅遊戲時，點樣拿捏當中嘅分寸，就全靠家長嘅引導啦。引導得好，其實呢類遊戲對小朋友嘅成長發展都有唔少嘅好處。就以打 War Game 為例，一班小朋友要花時間討論點樣分組，點樣為遊戲定下規則。例如俾人射中嘅時候，要馬上舉高雙手同武器，唔可以再作出攻擊。為咗令到遊戲更好玩，仲可能會加入虛構情景同任務等元素。小朋友要部署策略，思考點樣先可以勝出比賽，而唔係淨係一味喺度砰砰砰射擊對方。喺準備遊戲開始之前，小朋友唔單止要識得表達自己，同時要聆聽其他人嘅意願。因為一日未有共識，遊戲都冇辦法開始。而喺遊戲過程中，同組嘅小朋友要建立信任，互相協助，共謀對策，代入對方嘅角色，令佢哋學識易地而處。如果有人破壞規則，甚至令其他人受傷，遊戲就要即刻停止。久而久之，佢哋慢慢就會學識控制自己嘅情緒同埋衝動。兒童發展及幼兒教育專家 Jane Catch 更指出，喺遊戲當中，小朋友會好快就學識理解其他人嘅表情同埋身體語言。如果有人覺得唔好玩，譬如話有人經常俾人捉住要暫停，當暫停嘅時候太長，其他小朋友好快就會意識到問題所在，自自然然就會調節遊戲嘅規則，因而慢慢咁培養出同理心。父母亦不妨多啲信任仔女，等佢哋自己主導遊戲，你哋從旁觀察就得啦。不過，一旦出現危險情況，就要喺適當嘅時候介入，確保小朋友嘅安全。又或者喺發現小朋友將遊戲中嘅攻擊行為帶到現實，變成生活中嘅暴力，我哋亦都要及時引導。一般而言，小朋友到咗6歲左右，就唔會再將現實同埋幻想中嘅暴力混淆。所以好似近年熱賣嘅 Nerf 泡棉子彈玩具槍，製造商都會建議小朋友到咗適合嘅年齡先至玩。而比較年幼嘅小朋友，父母可以先同佢哋玩住枕頭大戰或者報紙刀槍等等嘅遊戲先。至於嗰啲連成年人都分唔清真假嘅仿真刀劍，或者具有一定殺傷力嘅子彈氣槍，就盡量唔好玩啦。其實帶有攻擊意識嘅遊戲並唔係洪水猛獸，試諗下射擊、劍擊、拳擊、柔道等等嘅奧運項目，其實都明顯帶有攻擊意識。因此，重點係培養小朋友嘅自制能力，令佢哋遵守規則，明白底線界限。下次小朋友想玩大戰黑武士嘅時候，父母不妨參與其中，仲可以促進親子感情添。想知道更多育兒知識，請登入我哋網址 papa.hk。